你覺得你嘅伴侶或者身邊親近嘅人有冇對你進行強制操控？強制操控其實屬於家暴嘅一種形式，無論以任何嘅形式出現，都絕對不可以接受。最重要嘅係要明白，這不是你的錯，而且你並不孤單。每個人經歷強制操控嘅方式都不一樣，可能表現為你的伴侶做出一些行為，想辦法令你疏遠朋友和家人，不斷跟你玩心理遊戲，追蹤你的手機，或者控制你去哪裏，甚至控制你可以跟誰說話。這些行為都係有害，並且會威脅到你的安全。如果你正在經歷強制操控，感受到各種複雜嘅情緒，其實很正常。你可能會感受到困惑或懷疑事情是否真的那麼嚴重。你可能會擔心別人不相信你，或不認真對待你，或可能會擔心孩子或寵物嘅安全，或者你是兒童，正在擔心父母的安全。這些感覺都是正常的。如果你身處這種情況，可以怎樣做呢？聯繫求助熱線是一個很好的開始，他們會給你一些專業的建議，並為你提供支援服務，或幫助你制定安全計劃。無論你是否想繼續維持這段關係，或是正在考慮分開，甚至已經決定要分開，制定安全計劃都很重要。對於已經分居的人來說，安全計劃亦同樣重要。如果你懷疑你的手機被人追蹤或監控，你可以使用可信賴的朋友的電話來致電求助熱線，這樣會更安全。盡量與你的支援網絡保持聯繫，以及和身邊信任的人商討，例如父母、兄弟姊妹、家人、朋友或醫生等。記住，每個人都應該受到尊重，並不應受到虐待。尋求協助需要力量和勇氣，但你並不孤單。無論你遇到什麼情況，我們都會提供協助。如果想了解更加多資訊，請瀏覽wa.gov.au/coercive control。